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6月22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着要了解连日来大雨对着台南的影响，立委黄伟哲当时嘛是民进党台南市长参选人，上午伫咧这位议员甲参选人的陪同之下，前往林德港尾到分洪道来听取水利局甲第6河川局的简报，并了解治水整备的状况。 伫当地议员，包括林德、东区以及侪议员参选人的陪同，民进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黄伟哲上午实地了解港尾沟的分洪工程。伫咧市府水利局总工程师的简报中，发现咱市伫咧近年来，不管伫容易淹水的地区治理计划，或者流域综合治理，尤其伫咧港尾沟河道的治理、疏洪道甲出口闸门等，已经大大改善。 保安工业区甲沿岸地区的淹水几率，后续有在检讨所有的这些工程里面，大概还有2个地方是目前我们已经请提报前瞻，也请委员这边帮我们在争取的部分，大概有几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在高速公路下游这段，啊这段的高度也还未到达治理的一个规划。对，高速公路下游，好，这边大概还有一小段。 这个部分大概2500万，好，我们也提报了前瞻计划，也请这个水利署能够多多协助，那也请委员能够多多帮忙。另外一部分就是在86的那个桥下的部分，这边大概需要2000万，它的范围比较束缩，虽然长度不长，但是它非常难做。那如果说不去执行的话，可能也有瓶颈段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可能会这2个地方解决的话，我们在整体的 港尾沟溪的一个规划的治水的部分，大概就已经可以完成。港尾沟溪周边的一些民间的住宅，包括江南药理科大或者是说周边的一些商圈都没有淹水，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淹水的初步的治理的绩效，我们是予以肯定的。第二个提到了这个2000万跟2500万的部分要纳入前瞻的部分，我想也请副总工。 你就直接答应了吧？我们4亿不答应了，答应2000万，不答应你今天不要走了，好吗？这加起来4500万哈，就要恳请这个水利署跟六合局赶快尽速公文程序来核定了哈。黄伟哲强调，目前港尾沟疏洪道上游的堤岸，也阁有关渡甲河道跨度无够的问题。虽然目前工期搁咧进行，而且嘛列入水利署的精简计划。 水利署官员承诺，经费应该是无问题。至于市府另外规划要延伸到立林科技园区的支流，因为初步经费就要4亿外，黄伟哲也承诺将尽力来争取。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高书博22号经伫咧故乡嘉义区作为新台南起义的起点，宣告将要行遍大台南地区。 号召市民朋友用选票来支持，改变长期由着民进党执政的台南市。22号，这场对嘉义出发的新台南起义活动，高书博表示，民进党伫咧台南执政，无经过人民的同意，就乌白征收房屋税、颠倒是非、欺负人民、强改信用等等，这拢是暴政的典现。因此，来发起着新台南起义活动。 展开大台南地区的说明会，第一场就选伫咧故乡嘉义出发。会中国民党台南市党部主委谢良介、议员洪玉峰、议员王家珍以及前首府大学校长陈响良等人拢到场支持。而且办过足侪摆的做细会啦，嘉义工会，唔捌一摆像今仔气氛遮热烈，对不对？ 这表示啥物？人讲一叶知秋啊，叶若是落，就知影秋天要来。台场当咧热，对不对？做啊民怨四起，菜市啊大家拢家家切起啊，对不对啊？
以哦，这摆是台南翻转最好的机会。高书博嘛表示，国民党即马已经是新的亚军，会甲所有人做伙拍拼，做伙来拍赢选战。咱要为司法的故乡，家己来出发，拍一场战。这场战，我会当大家报告。大家若看到我的看板，我应该咧写新台南起义。新台南起义，起义什么意思哦？大家知影无？起义哦，是表示讲我们要反抗暴政啊！起义嘛是一个大家做伙拍拼的一个行为行动，所以伊咱看底啊，咱假注意讲，咱要拍一个团体战。团体战的意思就是讲，大家要做伙拍这场战，目标要废除暴政，互大家会当幸福。高书博发起的新台南起义当中的3项运动，包括退行违法征收的房屋税、对抗违法的年金改革，以及呼吁市民伫咧11月24号爱投予高书博，用选票来驾驶民进党，让台南市民有幸福的机会。台南新闻张文忠采访报道。台南的山野接下来就要进入圣山期，市府也要对明仔载开始办理山野节的活动。但是台南市长参选人柯忠信伫咧检视市府的政策以后，认为山野外销国外的工课，台南市政府做啊真失败。伊一方面批评，另外一方面也提出专业的外销政策，要来帮助农民。山野是咱台南重要农产品，台南市长参选人柯忠信伫咧检视台南市政府有关着山野农产品外销的政策，伊认为根本就做甲真失败。柯忠信认为市府咧等别个国家主动来买这款消极的做法，会大大失去了行销山野的机会。我伫先台咧教册的时阵啦，即个日本的教授来台湾学术交流，甲我指定讲要食咱台南的山野饼呢。所以日本人对咱的山野是非常的喜爱。是安怎？咱的台南市政府敢若要来开这个山野节，煞无要来拍通这个销日本的关节咧。这互我真无法度来理解。就敢若要作秀尔啦，敢若要作秀尔啦。若剩产烧济的时阵，介绍再来要带试食安尼尔啦，安尼没有用啦。我而且甲市长转倒讲，安尼没有用啦，就爱拍通销日本的关节啦。你敢若带咧办山野节呢？那这个丰收介绍摘落来，才带去试食，这没有用。我替台南农民转一个倒就对了。我认为呢这个台南的山野节就要积极去拍通咱山野日本销日本的关节啦。台南市长参选人柯忠信认为，要好好发挥着地理标示权，才会当伫咧国际上将玉井或者是南华等等的山野拍出国际上的名声。也才会当有效来帮助着在地农民。台南新闻网自豪采访报道。台南西来安因为两华五陵宫文化交流，伫咧2017年确定了家己的祖庙，就是有上千年历史的南屿西来安。但是祖庙迄边遐的神尊拢已经消失去啊！台南西来安为着要表达饮水思源，伫6月17号组团。将第2代五福大帝5尊神尊奉请到福州的祖源古庙，达到薪火相传的意义。台南西来安福州薪火相传的任务，就伫咧6月17号这天展开。为着要求信众，庙方邀请台南市代理市长李梦燕、文化局长叶泽山、立法委员陈廷辉、议员陈义珍以及西来安的董事长曾正义。分别抱着五陵宫的神像来起驾，要来坐飞行机前往福州祖庙。来到当地，虽然落着大雨，但犹原无法度阻挡着两华五陵宫信徒的热情，沿途炮啊声不断。台
台南西来庵对2012年就开始伫咧福州找找组员，经过6冬的打拼，总算伫咧旧年找到祖庙，但发现祖庙这边并无神像，所以才将第2代五灵宫的神像放车等祖庙来安置。6年前，2012年就已经来探寻我们西来庵武灵宫的祖庙的祖源，那都没有，都找不到。那刚好我们去年于2017年4月22号参加湖州海潮市武灵宫的文化节，那当地南屿镇西来庵才知道我们台湾有西来庵。为了我们这个薪火相传，再怎么辛苦，我们都要把我们这个武灵宫的这个信仰文化，因为在我们台湾呢，这个武灵宫的信徒也有几十万的信众，那借由这个武灵宫的这个信仰，也是希望能够促进两岸的这个和平。对着台南西来庵饮水思源的用心，南屿西来庵也表达万分的感谢。今天心情很好，从南屿进来，从台湾台南的30几位老乡从我们这里进来，我很高兴。除了第2代五灵宫，庙方也特别对台湾请来小法团为7爷8爷进行开工的仪式。伫咧福州真罕见的道教科仪，也互在场信众拢大开眼界。双方以着饮水思源、薪火相传的心，共同来发扬着五灵宫的信仰，也希望透过交流熟识，会当促进两岸的和平来做打拼。台湾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为着要拍破护理之家互人冷冷冰冰的感觉，安平如新护理之家特别邀请摄影家汪宗宪甲着伊的学生团队，共同伫咧护理之家举办着摄影联展，总共66件作品，将整个护理之家的墙面布置甲五彩缤纷，不但整体看起来真舒适，而且可当唤起着长辈回忆。阿公阿嬷欢喜的集体表演，为伫安平区如新护理之家，每一位长者拢抱着欢喜的心情，迎接这场摄影联展。伫护理之家董事长伫旧年重阳节，因为每间甲摄影老师汪宗宪的接触，因为护理之家的长者大部分拢无法度行远路欣赏人文甲风景，因此就想讲将摄影作品借来展览。这次结合汪老师甲伊的学生特别举办联展，一方面丰富护理之家的生活场面，另外嘛唤起未少长者的记忆甲回忆。摄影团队进驻我们如新护理之家办理这一个公益的摄影展。那在这边的部分，我们非常的推崇这个摄影展，因为这么有意义的一场活动，我们要在长照的领域里面持续的推广下去。
那在这边也谢谢各位记者朋友帮忙美颜跟宣传。我们要把这个摄影展持续的扩展到每一个长照界里面的每一间机构。我希望每一个长辈在长照接受照顾，他不是只有看到白白的天花板跟白白的一个墙壁，他是可以不用出门就可以看到那么多美丽的景色。如己所爱，心观世界。为什么会这么做这个标题呢？就因为说看到自己这些长辈好像是自己的家长一样，然后呢，想说他们不方便出门，所以就会带领这些团队的一些精英们去世界各地去拍摄一些照片，用我们的新的视野去让长辈们去回忆也好，看到外面的世界也好，这样子。王老师带领学生拢是各行各业，内面也有医生出身，不过因对摄影拢真有兴趣。现场总共展出66个作品，有人文、风景、有生态加人像，每一幅背后拢有一个故事。像这个作品，这个拍的是有一点点技巧，比如说这个为什么叫薪火相传？薪火相传就是以前是他的老爸在跟他的长辈在拍照，但是因为现在已经他蒙主恩召，所以就叫他儿子来做这种拍这个技巧，所以说他变成是一个薪火相传，教他这样子去做这个打铁的技艺所以就拍摄上的技巧，然后就让长辈能够去想到说，这些故事这样子，所以每张照片都有他的故事，让长辈他们去欣赏这样子，然后去回想、回忆这样子。这场护理之家的书生联展，预计等到年底。期间为了避免长者爬悬爬低看作品，现场老师嘛设有 QR code， 方便长者会用透过3C 产品一键看有够。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精英酒店甲在地经营超过60档的联米场来合作，推出了全新的金夏开心农场大房专案，运用着台南生产的米。特别设计、特别制作的米料理，因做伙来合作，就是要来推广着较侪台南在地好耍的所在，甲好食的食物。以着用心刻作的台南16号月光米作为料理的重心，在地知名精英酒店将这款米搭配设计出侪无同款的美食料理。这寡拢是精英酒店总经理李静文伊所发想的金夏开心农场大房专案的一部分。伊希望透过亲自到田里做工课，食米做的料理，会当让大家更加熟悉台南在地农产品。我个人会觉得，把我们台南的美好去告诉全世界。当全世界有很多人他喜欢到台南市，那自然会有我们的这个客源来选台南精英酒店。因此，不知道的人会觉得说，为什么你这嘴时间拢伫讲台南什么地方好啊？这个东西好，然后不是在讲你精英的产品。可是我觉得，我们先城市行销做好之后，我们大家共同获利啊。那台南的美好，除了文化之外的话，其实在农业也是我们的特色。所以我用一个有趣的方法。然后让大家在忙碌之余就是有一个疗愈的一个体验精英酒店的总铺师也将这届米料理上届有创意的龙虾海鲜泡饭直接现场来展示，尤其当中烘过米甲这龙虾汤加做伙的瞬间，芳气马上就浮起来。安尼创新、好看又阁好食的料理，绝对大家来试看卖。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真感谢你来收看到今日6月22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